护陛下！保护陛下！快保护陛下！保护陛下！陛下！听说四顾剑有个弟弟自幼离家出走，抓着他，我倒要看看这兄弟二人是不是痴呆之徒。守好陛下。你草率了。有刺客！快去保护陛下！保护陛下！ 陛下，怎么范闲一个人追过去了？你怎么不关心朕的安危啊？陛下气运如钟，自然有惊无险。可我儿子……别担心，进位封山，范闲不会有事儿。可是，来，陪朕赏花。 小范大人，你不累啊？行刺之后不躲进山林，还想回京都？没想到小范大人追得这么紧。我说的是回京都，你不反驳，说明你就在京都。你在这胡说八道，我顺着你便是了，何必反驳呢？你说的没错，刚才那句我纯属胡扯，但你现在这反应啊，我反倒认定。 你确实一直藏身京都，重要吗？禁卫的包围你了若指掌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本不想伤你啊。你是四顾剑的弟弟，你的毒烟用完了，
3支弩箭用完了，头上的银针也用完了，现在就剩下一把匕首，你还想如何呀？剑雷很快就到，时间来得及。范闲，你的真气怎么突然乱了？怎么样了？陛下，有些麻烦。他不就是中了一刀吗？刀上有毒，解毒啊！是什么毒还不清楚。之前呢，臣曾经去过范府，就已经发现他内息紊乱、经脉逆行的状况。回到太医院，臣查了不少的医书，这才判定小范大人的真气是不受控制了，造成了内息逆行。这一战，小范大人真气失控，遭受了外伤，又中了毒，这每一样都是要命的，更何况急于一身。你确定他的真气荡然无存了？臣确定。那会怎么样呢？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找一个跟他练同样真气的人，让那个人消耗真气，重整小范大人的经脉。虽然这样那人的真气会受损，但是毕竟是救了一条性命。同样真气的人，是
在这个世上还没有第二个人。啊，那就难了。那你就陪葬吧。啊，陛下。看你自己的命吧。这位就是范府嫡女范若若。借一步说话。若若姑娘，你懂医术？我哥教过我。好，那你会解毒吗？不懂。治真气逆行呢？不会。那你怎么救他？我救不了他，能救我哥的只有他自己。我能做的只是让他醒过来。那姑娘准备怎么做？我哥跟我说过，有一个刺激神志、让人清醒的穴位。那这个法子你之前对多少人用过？一个也没有。啊？这也太冒险了。如果不用针，能行吗？那就不要犹豫了。散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怎么样？自己人无妨。范闲醒了，他亲自开口，原话是：要3处冷师兄入宫。好。刺伤范闲的白衣剑客消失无踪，可以确认的是，他在京都。你继续查。那个人是四顾剑的弟弟。陛下的眼光不会错的。九品上的身手，躲在京都，监察院却丝毫不知。虽有蹊跷，我要找出答案。禁卫布防，他都了如指掌。您觉着这代表了什么？有内贼！我查了此人的案卷，结果呢？一片空白。这不合理。这般人物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人册留存。所以我怀疑，监察院内就有刺客内应。和四顾剑有关的文册，只有各大主办和我有权调用。或许内应之人就是监察院主办。院长，
我想暗中调查。怎么把我抛开了？什么人都有可能谋逆，唯独院长不会。为什么？院长心中自有大义。继续查吧。是。老师兄今天没服毒啊！哎呦，就幸亏没服嘛，那不然耽误大事了。小师弟，你知道中的什么毒吗？知道。好，那就能解。那匕首上用的是硝石矿脉之毒，那是东一城的风格。刺客是司顾剑的弟弟。你管他谁弟弟？我先给你解毒啊。东一城啊，用毒路数碎片，倒也难不倒咱们三处。要不然先试试。我信师兄的。这是内服，我现在给你外服，我得现磨啊。并未解毒，怎么会呢？看来是毒入了肺腑了。侵入肺腑，这怎么治？其实做个手术就行。手术是什么东西？就是剖开伤口，清理肺腑。世上哪有这么解毒的？这开膛破腹，人不就死了？什么都不做，也是等死。这闻所未闻的事情，谁能胜任呢？需要一个手特别稳的人。我来。我的手是最稳的。一会儿场面会有点血腥。婉儿，要不你先出去，我陪着你。有几成把握啊？哎呦我天哪，你自己都没把握呀？不试试就死定了。哦，那得试试啊。动刀吧。等等，动刀之前还有几个事儿要准备一下。你说。慢点，慢点。手术床啊，无影灯，什么？全面消毒。你们能不能对我好一点啊？这都要开膛破肚了，最起码打扫一下卫生吧。哦，好。这世上有种东西叫细菌。什么细菌？啊？肉眼看不见的细菌。什么细菌？别废话了，按我哥说的做。哦，好。躺下。小师弟，我用焚毒散擦了很多遍，又用避秽香也是熏了很多次。
按照你说的都清理干净了，你说的那个戏什么的应该没了。药好了。马天子不行啊，会睡过去。这不睡过去怎么开膛破肚？不能睡。具体怎么手术，我得指挥。你自己不行吗？可我只划过水果。师兄，哎，用格罗方吧。这个从古至今啊，从天到地，就没人敢这么用过。今儿咱们就开个先河。你得给若若擦汗，她才是主刀。哥，开始吧。哦，没事，开始吧。别紧张，小心哥，没事啊。没事，没事。你怎么一直不动呢？你竖过来。你手挺稳的。我只划过水果。没事，足够了，别怕。我不是害怕，我是不知道人的皮肉有多厚，不知道怎么下。我靠，早知道给你找山猪了。这该怎么办呀？哥，继续。他要是困，先让他回去睡吧。范闲救了他的命，他怎么能睡呢？我不困。娘，大表哥他没事吧？多血啊！吉人自有天相吧。老爷，喝点茶吧。我不喝。你听听你的声音呀。哎，烫。没事。老爷，如果担心，就去宫里看看吧。不可。他可是你儿子呀。人在宫中，无照莫入。儿子都不行。就是儿子才不行呢。那么多太医，为什么让若若去治呢？没事的，一定没事的。哎，烫！
这怎么了？这个陛下口谕，范闲有伤，不宜打扰，请太子与诸位先回宫，他日再来。伤势如何了？已经开膛破肚了。那范闲他……小范大人在乐。乐？他都被开膛了，他乐什么？他笑什么呀？用的格罗方，那是迷药，估计是出现幻觉了。啊！哥，你伤口流血了。解毒。止血，然后按我教你的缝上。别紧张，哥信你。好。缝上？用什么缝？用针。那用什么线？用棉麻线？桑皮线。桑皮线怎么做？用桑树根把树皮剥掉，用内部经络做成线，缝于皮肉，最终长成一体，像这样。那具体怎么操作？先让若若用心医治，事后再详尽告知。哎呀，是我疏忽了啊！你赶紧先救人，先救人啊！婉儿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你还是人外好看啊！图书馆，冰淇淋啊！下课了，那哥们儿，你一会儿替我点个到，我再眯会儿。陛下，陈院长求见。班主任来了。陛下，弄咋这败嘞？什么意思？歪歪的孩子。陛下，3名刺客的根底已经查明，范闲现在在广信宫，正在开膛破肚。如果这个医术能够传承的话，此乃殉国之大福也。说来好生奇怪，如果没有如此重创，范闲这个本事是露不出来的。随他娘。你说范闲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本事？有任何本事都会献给陛下，是吗？为了救驾，连命都不要了，什么比命还重要？有道理，进来吧。
说话呀！听闻谢了。没封错。范小姐，此等医术可退鬼神。恕李某斗胆恳请范小姐看在倾国百姓的份上，传赐绝学。等哥哥醒了，我再问问他。我现在叫醒他。伤成这样了，合适吗？哎呀呀，惭愧惭愧呀！你看我这糊涂的，光想着这医术传承了。行，该收拾东西。哎呀，让我小师弟好好休息。来，哎呀，让小范大人好好休息。明天我再送汤药来。很好学呢。你的嘴紧张，嘴唇要破了。我也是，手术都做完了，才开始后怕。老爷，宫里急报，范前病情稳住了，无性命之忧。不出所料，就你心慌，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为人做事，稳字当先。哎呀，这下行了，最难的一关过去了。老爷，要不我还是去宫里看看吧，没有人照顾怎么行？若若和婉儿都去了，不多我一个。不行。怎么又不行了呢？范闲成亲，那是对我磕的头，我就是他亲娘。婉儿和若若在侧院休息了，劝他们两个不要一直守护着你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您来的真巧，我刚醒。各罗方药效如何啊？三处早就给出了明确的答案，我是掐着时间来的。现在怎么样？疼啊！还有什么？
真气没了，经脉紊乱，真气离散。还好，命保住了。还能恢复吗？苦活独门功法，天一道。据说能有恢复根骨之能。可外传吗？从不外传。好歹留个念想。玄空庙刺杀有结果了，陛下说要第一时间让你知道。那我可得好好听听。第一，那个侍卫，静脉胡人，看着不像，有庆人血脉，相貌不可分辨。怎么入宫当了侍卫？当年庆国和胡人交战，占据上风，胡人派出一队人马来到京都，求和称臣，求和失败。庆国威风四海，胡人悲惨离境，那人此时就留在了京都，事过境迁。不知为何庆公当了侍卫。当年入宫的手续谁办的？办案的人已经死了，这是悬案。这么多年不动手，没机会。侍卫太多，要想靠近陛下，机会渺茫。这次是巧合。那个太监呢？他和你息息相关。我可不认识他。当年你娘之死，引发京都一夜血流成河，所有参与之人被黑旗斩尽杀绝。这个太监就是当年王公后人，被仆人救出，长大之后重回京都，挥刀自宫，成了太监。为了报仇？仇恨是最顽强的力量，它会在人的心里边生长，随时间茁壮，最后成为人一生唯一的主题。这话听着，怎么像是有共鸣？我只是在剖析刺客的心中所想啊。那匕首怎么藏的？3年前他就负责打扫玄公庙，那个时候就把匕首藏起来了，现在才可以得空使用。白衣剑客呢？陛下眼光独到，此人正是四顾剑的弟弟。这回真是四顾剑？这次不是四顾剑，四顾剑杀尽全族，唯独放过了他的弟弟。这世上唯一想杀四顾剑的，正是他这位亲兄弟。这3个人彼此认识？不认识，没有牵连。配合这么默契，是巧合，没有商量，没有预谋，3方互不相识，轮番刺杀，这样同时开始，反而形成了杀局。这是一场神仙局，无法预判，不可复制。神仙局，如此巧合，如此天衣无缝之局，非凡人能说。凡人不行，您可以的。话可不能那么说，我哪有那样的本事啊？如果就算有的话，刺伤我的是影子。我瞧见过影子出手，他用剑时尚不好判断，弃剑之后就漏了根源。神仙局，这神仙是不是坐轮椅啊？别看了，我刚醒，不可能藏人，这儿就咱俩。太鲁莽了，真气离散，重伤未愈。如果真是我设的局，
怎么办？是你吗？我只派了影子，其他2个纯属意外。你想杀我？不是我，影子一直想跟五竹交手，没有机会。你是他唯一的亲传弟子，也就凑合了。那一剑是个意外，你忽然之间真气全无，他没有及时收得了手，所以是个意外，对吗？绝对是意外。那你是想弑君？陛下对我信重，我没有理由弑君。那得问你啊，做臣子的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忠诚，替陛下解忧。你让我好好理一理。刺杀陛下是替陛下解忧，咱们这陛下是活得不耐烦了？那把火还记得吗？动作快，快快救火！快点，动作快！3个刺客都可以找到出处，唯有那把火，检察院全体出动，没有找到任何踪迹。更有趣的是，结果报上去之后，陛下没有深问，轻轻放过。火是陛下放的，陛下落子，从无嫌弃。那把火不够，所以才有了影子那一剑。什么叫不够？这又是放火又是行刺，究竟想要什么结果？悬空庙谋杀，震惊朝野。这件事情总要有人担责，这就是结果。宫典，大内统领护驾失职，其罪当诛。陛下保重，臣告退了。我杀了宫典，贬出京都，放逐定州，发配边郡。我就不明白了，这么大个阵仗，就为了一个宫典？他是叶仲的师弟，叶仲连上8篇奏折请罪，结果跟宫典一样，昨夜已经放逐定州，发配边郡。叶家垮了，这就是陛下想要的？不对啊，这叶流云也是叶家人，陛下何必得罪大宗师？陛下怎么想的，只有他自己知道吧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四姑见的弟弟就是影子的事儿，陛下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以下这抓捕。那这和行刺有何区别？为了陛下真正的利益，我不介意让陛下受到惊吓。这话听着可不像忠臣。结果最重要。要是那一剑刺中了呢？陛下不会死。没有人真正了解陛下的底牌。我该不该把影子的身份告诉陛下？可以不说。那你就不该承认。你刚才说刺客就是影子，这件事应该埋在心里，不应该问我。是。如果真是你布的局，我问出口就已经死了。那你为什么还要问？如果是别人，我就不问了。若是别人，我也不会答。悬空庙刺杀之局，真相就是这样。好好养伤吧。
陈萍萍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陛下，他说了3名刺客的身世，还有呢？他还说这场火有可能是陛下自己放的。哼，这个老东西。还说什么？还说陛下这么做是想赶走叶家。与叶家无关，但是与叶家的一个人有关。叶流云，叶流云在江南，听说是云游天下。朕给他下了12道密旨，让他回京都，他居然置若罔闻，抗旨。对，抗旨。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大宗师，这些人现在非常人所能匹敌。四顾剑，一人一剑，守东夷城数十载，100万雄兵难以靠近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宗师。这些人置王法于不顾，视规矩不愤的。你说他们还是人吗？是战略性武器。错，武器没有喜怒哀乐，可能束缚他们的也只有人性了。这些所谓的大宗师，其实是这世上的顽疾。那您还赶走叶家？我是想看看叶流云是否还有所谓的亲情。那他要是真急了，怎么收场？他叶家还有人在京都啊。叶灵儿，我跟您一起去定州。灵儿，爹，对不起你。把你留在京都，并不是为了保护你。知道爹为什么去定州吗？守备失职。那是责罚，所以，我们叶家必须有一个人留在京都。你，就是爹选出来的质子。只要你在，上面就安心。莲儿，对不起，爹只能选一个了。从今以后，再不要搞行侠仗义那一套了。记住，在京都，没爹的孩子，最好什么都别做。我明白。最近你对二殿下观感如何呀？为什么问这个？你可以嫁给他，但是别把他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如果陷进去了，就没有退路了。我懂了，我就是叶家的退路。我宁愿你不懂这些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这世上总是事与愿违。谁都别恨，好好活着，我的女儿。
只要是有人在，就留有余地，不是吗？叶灵儿之所以留在京都，是因为和老二的婚约。您从赐婚那天就想到今天了，为什么告诉我这些啊？降空庙朕腹背受敌，你放下了朕，去救老三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当时那一剑，臣要是不挡，三殿下可必死。那在你的眼里，朕的命还不如老三？前有剑，后有刀，臣只能挡一个。当时看来，那一剑威胁更大，救三殿下，只不过是顺势而为。你完全可以拿老三当挡箭牌啊，你就不至于受伤吗？事发突然，臣来不及想那么多，只想着挡箭救人。你好生歇息，等你好一些，朕带你去一个你想去的地方。在信阳，我就在想，怎么突然要给你赐婚？原来是把你当做皇族和叶家的天头了。按作用来讲，这应该算是和亲吧。要不姑姑，我给你添点嫁妆。姑姑，咱们是同盟。你都一败涂地了，我跟个废物同什么盟？您现在不还住在我这儿呢吗？你杀了我，出口恶气。哟，咱们可不能真疯。想想你自己，婚约便是盟约，叶家被贬，你也会被拖下水。他们一天不回京都，你中皇位的前景就一片暗淡。不过还有一条路可以走。还有路吗？有啊，杀了叶灵儿，斩断与叶家一切的关系，和他们一刀两断。易安，去趟叶家，转告叶灵儿，婚约继承，休戚与共，终有一日我会让他叶家重返京都。姑姑啊，我觉得雪中送炭好过锦上添花，况且此刻叶家需要依靠。你杀了叶灵儿，岂不更干净？不然叶家出事儿，你也跟着完蛋。叶流云还在，叶家不会垮。好吧，无聊。劳烦问一句了，姑姑，方才您是真的想帮我吗？我就是想看血流成河。那让姑姑失望了。我现在就启程回信阳。这么突然？无戏可看，待着干嘛？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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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爱如山，您才是人间第一凤。老爷起了。起了。得去趟户部，饭前弄来的银子得用在赈灾上。哦，都散了吧。
老爷不进宫去看范闲，也不让我去，看来对的。那肯定对。人在后宫就得多考虑一些。确实不合适。想明白就好。怎么了？是头发乱了？这发冠换个颜色吧。什么颜色不颜色的？怎么我打了一个盹起来，都如此的古怪？什么情况啊？我们都听说了。听说什么了？想了，哎呀，老爷，范闲的亲娘是不是叶青梅？你怎么知道？那就是真的了。此事事关重大，切莫传扬。可这传闻街头巷尾都传遍了。怎会如此呢？不仅如此啊，还有什么？范闲是不是陛下的孩子？这事儿也传遍了。真不是老爷您的错，陛下荒唐了。府内交代下去，以后再听到这类传闻，全当谣言处理。那当然，实在不行，我做人证，大不了说范闲是我生的。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老爷，发冠还是换个颜色吧。姑姑，您这真是准备回西阳吗？那我还能去哪儿？我看这都要搬空了啊。舍不得啊？那倒没有。姑姑，这名册与账本本身就是我们共有的，里面的内容但凡泄露一点，与敌国走私这罪名都算是轻的了。姑姑会害自己吗？啊，当然不会。安全第一嘛。就是因为京都太危险了，所以这些呢要姑姑替你保管。都到这局面了，姑姑还不信任我？我若是信不过你，我偷偷就搬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两本我要留着。殿下，我有要事禀报。姑姑慢走，姑姑常来，我还有事儿，不送了。等一下，书，给姑姑路上解个闷儿。说，殿下，不太对，城内传闻四起。什么传闻？街头巷尾都在议论，说范闲生母就是当年的叶青梅。叶青梅，范建和叶青梅，难怪内府会传给范闲。不是范建，范闲是陛下的儿子。这种街头传闻你也敢信？这消息传遍街头，监察院没解释没阻拦，若是假的，早该抓人了。殿下，没反应就是真的。难怪我早说过我们像。都给我停下！再说一遍，他是谁儿子？陛下，我说他娘是叶青梅。你跟我进来。